佢將份離婚協議書掟喺我面前，話我一個字都唔准帶走，連我個仔都搶走埋。佢笑住同我講：你一個女人點樣同我鬥？我望住佢，冇喊冇鬧，淨係笑住講咗一句好。我執咗一個細行李箱，只帶走一份文件。佢以為我放棄咗，以為我終於認輸。佢唔知嗰份文件入面係佢公司過去5年所有違法經營嘅證據，假賬、洗黑錢，仲有佢同地下錢莊嘅來往記錄。3日後凌晨5點，警察破門而入。我老公從睡夢中驚醒嗰陣，手上仲攬住佢個小三。佢望住門口着制服嘅人，成塊面白晒，轉頭問我：你到底做咗啲咩？我企喺門口，抱住我個仔，笑住講咗一句：你話我一個女人鬥唔過你，而家你睇下邊個輸咗。佢將份離婚協議書掟喺我面前嗰陣，我正喺廚房煲緊湯，紅蘿蔔粟米豬骨湯，我個仔最中意飲。佢今年5歲，叫陳子軒，讀緊K3，每日放學返嚟第一件事就係問我：媽咪，今日有冇湯飲？但係嗰日佢未放學，佢爸爸陳志明一早將佢送去咗佢阿嫲屋企，然後返嚟將一份文件掟喺飯台上面，簽咗佢。我把聲好平靜：咩嚟㗎？離婚協議書。佢企喺飯廳中間，雙手叉腰，着住一套深藍色嘅西裝，領呔打得好靚。佢今年42歲，開咗一間工程公司，呢幾年生意越做越大，成個人由以前嘅老實男人變成咗一個我幾乎唔認得嘅陌生人。我望住份協議書，冇打開。子軒呢？喺阿媽度，佢講：你放心，我會養大佢。你一個女人帶住個仔點樣生活？你連工都冇返過8年。8年。我嫁俾佢8年，辭咗銀行份工，全心全意湊大個仔，打理頭家。佢由一個小判頭做到而家有30幾個員工嘅老闆，背後係我幫佢睇住盤數，幫佢應酬客人家屬，幫佢喺最困難嘅時候頂住成頭家。而家佢同我講：我一個女人帶住個仔點樣生活？你係咪出面有人？我問。佢面色變咗一下，但係好快恢復正常。唔關你事。你簽咗佢，我俾你20萬，你搬走。20萬，8年換20萬。我終於打開份協議書，逐頁睇，入面寫得清清楚楚，我放棄所有財產，放棄兒子撫養權，放棄贍養費。簡單嚟講，就係要我乜都唔要，淨係拎住20萬走人。陳志明，我抬起頭望住佢：你間公司嘅註冊資本係2000萬，你層樓而家市值1200萬。你仲有2架車，一個車位，一個喺中山嘅廠房。你叫我拎20萬走？佢塊面沉落嚟。間公司係我嘅，層樓係我名，全部嘢都係我嘅。你嫁俾我8年，你貢獻過啲咩？我貢獻過啲咩？我重複佢句說話，然後笑咗出聲。8年，我每日朝早6點起身煮早餐，送個仔返學，然後買餸，做家務，幫佢對數，幫佢接聽公司電話，幫佢安排應酬。佢生意最差嗰年，成間公司得返3個員工，我將我銀行戶口入面僅有嘅30萬拎出嚟俾佢周轉。佢問我貢獻過啲咩？你唔使同我講咁多。佢嘅語氣開始唔耐煩。我已經決定咗，你簽又好，唔簽又好，我都會同你離婚。如果你肯乖乖簽，我俾多你10萬，總共30萬。如果你唔簽，我告你精神虐待，到時你一個仙都拎唔到。我望住佢塊面，忽然覺得好陌生。呢個男人，我同佢同床共枕8年，佢而家用一種對付敵人嘅語氣同我講嘢。你係咪同咗邊個一齊？我再問一次。佢終於忍唔住，關你咩事？總之你今日一定要簽。電話響咗，佢接起，語氣即刻變得好溫柔。喂，我處理緊，好快搞掂，你等我一陣，我陣間過嚟陪你。我聽到對面係一個女人嘅聲線，我認得把聲，係佢公司個會計，叫周詠儀，26歲，後生，靚女，着短裙返工。我見過佢幾次，每次都覺得佢望陳志明嘅眼神有啲唔同。原來係佢，係周詠儀。我問陳志明收線，
面色有啲狼狽，但係馬上板起臉，你都聽到啦。既然你知道，就更加應該簽。阿姨已經有咗3個月，我要同佢結婚。有咗3個月，我個仔5歲，佢出面個女人有咗3個月，即係佢最起碼半年前已經同佢搞埋一齊。我深呼吸咗一下。你同佢幾時開始？你唔需要知。我要知。我把聲好定，定到自己都覺得驚，因為我要決定我應唔應該簽呢份嘢。陳志明望住我，眼神有啲猶豫，但係最後佢都講咗1年前。1年前，即係佢日日返屋企食飯，同我一齊湊仔，同我一齊睇電視嗰陣，佢已經同第2個女人一齊。我望住台面嗰份協議書，再望住佢，我唔簽。陳志明面色一變，你講咩？我話我唔簽，我將份協議書推返俾佢。你要離婚可以，但係我要我個仔，我要間屋一半，我要公司一半股份，呢啲係我應得嘅。佢笑咗出聲，係一種好輕蔑嘅笑。你一半股份？你知唔知間公司而家值幾多錢？你憑咩攞一半？憑我8年來幫你對晒所有數。我望住佢，你間公司嘅賬由第1年開始就係我幫你記。你以為我淨係煮飯湊仔？你每次將公司文件帶返屋企，邊個幫你分類？邊個幫你入數？邊個幫你應付稅局查數？佢塊面開始發青。我仲有晒記錄。我繼續講，你公司過去5年所有賬目，我全部都有副本，包括你點樣將部分收入轉去你個私人戶口，包括你點樣用公司錢買車買錶彈報做業務開支。佢行前一步，手指指住我，你偷我啲文件，你帶返屋企嘅文件，我幫你處理，順便留底。我企起身，望住佢，陳志明，你以為我係一個乜都唔知嘅師奶？你做生意嘅嘢，我全部知道。佢塊面由青轉白，再由白轉紅。你威脅我？我唔係威脅你，我把聲好平靜，我只係話你知，你要離婚可以，但係你要公平。如果唔係，我手上面嘅嘢可以令你間公司即刻被稅局調查。佢沉默咗好耐，然後佢笑咗，嗰種笑係一種好冷好狠嘅笑。林嘉欣，你以為你贏到我？佢行埋嚟，企喺我面前，居高臨下望住我。你手上面嗰啲所謂證據，我隨時可以話係你偽造嘅。你一個家庭主婦，邊個會信你？我而家俾你最後一次機會。佢將份協議書再次推到我面前，簽咗佢，攞住30萬走人。如果你唔簽，我唔單止會搶走個仔，我仲會告你盜竊公司機密。到時你唔止冇錢，你仲要坐監。佢嘅眼神入面冇晒所有嘅感情。呢個男人已經唔係我嫁嗰個陳志明，佢係一個為咗第2個女人，為咗保住自己啲錢，乜都做得出嘅陌生人。我望住份協議書，再望住佢，然後我做咗一個決定。好，我簽。我拎起支筆，喺協議書上面簽咗我個名。陳志明面色一鬆，但係隨即又變得好警覺。你真係簽？你話嘅我一個女人點樣同你鬥？我笑住講，將份協議書推返俾佢。30萬，我聽日就要。你聽日搬走？你俾到錢，我即刻搬。佢點一下頭，好似終於解決咗一件好大嘅麻煩。好，我聽朝過數俾你。佢轉身離開，臨出門前轉頭講多一句，子軒我會湊，你唔使擔心，你以後都唔好再見佢。佢關埋門，我企喺廳入面，聽住佢嘅腳步聲越行越遠，然後我慢慢坐反低。我冇喊，我打開手機，入面有一個加密文件夾，我輸入密碼，打開入面嘅檔案，過去5年，陳志明公司嘅全部賬目、銀行轉賬記錄，同地下錢莊嘅來往電郵，仲有佢同周詠儀嘅親密對話截圖。呢啲嘢我收集咗3年，由佢開始成日夜返，開始對我冷淡，開始偷偷摸摸講電話嗰陣，我已經開始準備。因為我阿媽臨走之前同我講過一句話：阿女，女人最緊要嘅嘢
唔係嫁得好，而係無論幾時都有能力保護自己同個仔。我行入房，打開衣櫃，拎出一個細嘅行李箱。我冇帶好多嘢，幾件衫，子軒細個嗰陣嘅幾張相，我阿媽留俾我嘅一隻玉竹，仲有一份文件，一份我準備咗3年嘅文件，入面係陳志明公司所有違法經營嘅證據，假賬、逃稅、洗黑錢，同地下錢莊合作將資金轉移到內地。我將份文件放入行李箱，拉好拉鏈，然後我拎起電話，打咗一個號碼。喂，關 Sir， 我係林嘉欣。我把聲好定，你之前同我講過，如果有證據，可以隨時揾你。對面係一個男人嘅聲線，沉穩而專業。林太，你準備好啦？準備好，我講，我聽日會將全部證據交俾你。你放心，關 Sir 講，只要你嘅證據屬實，我哋會即刻立案調查。你先生嘅案件涉及金額超過5000萬，足夠判10年以上。多謝你，關 Sir。收線之後，我坐喺床上面望住窗外嘅天黑。3年，我忍咗3年，等咗3年，準備咗3年。每一次佢夜歸，每一次佢發脾氣，每一次佢用難聽嘅說話鬧我都忍住，因為我知道我要等一個最好嘅時機。而家時機到咗，我將行李箱放喺門口，然後行去子軒嘅房。房間入面仲有佢嘅氣味，一種 BB 爽身粉同畫筆混合嘅味道。佢將書台上面仲放住一幅佢畫嘅畫，上面有3個人，爸爸、媽咪同佢自己。我拎起幅畫，摺好，放入行李箱，然後我行出廳，打開雪櫃，將煲好嗰煲湯倒咗，紅蘿蔔粟米豬骨湯。我個仔今日飲唔到，但係我知道好快佢會再飲到，因為我會將佢搶返嚟。第二朝，陳志明將30萬過咗落我戶口，我將屋企鎖匙放喺飯台上面，拖住行李箱離開。臨走之前，我望咗呢間住咗8年嘅屋最後一眼，牆上面仲掛住我哋結婚嗰陣嘅相，相入面嘅陳志明笑得好開心，攬住我嘅腰。我將幅相除低，放入行李箱。呢個男人已經唔配擁有我嘅笑容。我離開屋企，去咗一間酒店，租咗一間房，然後打開電腦，將所有證據整理好，傳送俾關 Sir。傳送完成嗰一刻，我深呼吸咗一下，然後我打電話俾我嘅律師，一個我喺銀行做嘢嗰陣認識嘅舊同事，而家係全香港其中一間最大律師樓嘅合夥人。Michelle， 我係嘉欣，我講，我需要你幫我打一單官司。咩官司？爭取撫養權同埋追討婚姻財產。我講，我手上有證據證明我前夫隱瞞資產同違法經營。Michelle 喺對面沉默咗幾秒。嘉欣，你終於出手啦！我等咗3年。我笑住講，夠耐啦。第一日，我喺酒店入面邊食杯麵邊睇住手機。陳志明傳咗一條信息嚟，錢過咗俾你，你以後唔好再揾我同子軒。我冇覆。第二日，我收到關 Sir 嘅信息，證據已核實，案件正式立案，我哋會喺聽日採取行動。我望住個信息，終於笑咗出嚟。第3日凌晨5點，我企喺陳志明屋企樓下，抱住一個我事先準備好嘅嬰兒背帶，雖然入面冇 BB， 但我需要雙手抱嘢嘅時候有個藉口。我望住3樓嗰個窗，燈着咗。然後我見到警察嘅車駛到，3部車，12個警察，無聲無息咁停喺大廈門口。關 Sir 行落車，望見我，點咗一下頭。林太，你想唔想去？我想去，我笑住講，我要親眼睇住佢嘅表情。我同關 Sir 一齊上樓，警察打開門嗰陣，入面傳嚟陳志明嘅聲音，邊個？然後係周詠儀嘅尖叫。我企喺門口，望住入面嘅情景。陳志明着住一件睡衣，頭髮亂晒，望住門口着制服嘅人，成塊面白到好似紙咁。周詠儀攬住張被縮喺床上面，不停咁尖叫。陳志明，關 Sir 出示證件，我哋係商業罪案調查科，你涉嫌逃稅、洗黑錢同埋非法資金轉移，現正式拘捕你。
陳志明成個人震晒，佢望住門口，然後見到企喺後面嘅我，佢嘅眼神由恐懼變成震驚，再由震驚變成憤怒。你係你，佢指住我，聲線嘶啞，你出賣我。我行前一步，企喺門框入面，望住佢。你話我一個女人鬥唔過你，我笑住講，聲線好平靜。而家你睇下，邊個輸咗？陳志明張大嘴，但係講唔到嘢。警察將佢雙手反剪，鎖上手扣。周詠儀喺床上喊到收唔到聲，不斷話我唔關事㗎。關稅望住我，林太，多謝你嘅合作。唔使客氣。我望住被押出門口嘅陳志明，佢經過我身邊嗰陣，眼神入面有種我從來未見過嘅嘢，徹底嘅絕望。佢終於知道佢輸咗，而我由頭到尾都冇喊過，因為我嘅眼淚3年之前已經流乾晒，而家嘅我淨係識笑。陳志明被押走之後，我冇即刻離開，我企喺間屋嘅客廳入面，望住呢個我住咗8年嘅地方。警察仲喺度搜證，周詠儀縮喺梳化角落頭喊，着住一件吊帶睡衣，化咗妝嘅面容到一笪笪。佢望住我，眼神入面有恐懼，有憤怒，仲有不甘。你係咪特登㗎？佢把聲喺震，你係咪一早知我哋嘅事？我行近2步，企喺佢面前。我知咗1年。我把聲好平靜。你以為你哋偷偷摸摸好隱蔽？你每次同佢講電話嗰陣嘅語氣，你每次嚟屋企食飯嗰陣嘅眼神，你每次着到咁性感返工，你覺得我睇唔出？周詠儀塊面白晒。你點解唔早啲講？我等一個最好嘅時機。佢望住我，嘴唇喐咗幾下，最後講咗一句：你個女人好恐怖。我笑咗。恐怖？我彎低腰望住佢對眼。你搶人老公，搞大人個肚，仲要逼人哋老婆簽證新出戶協議嗰陣，你唔覺得自己恐怖？而家輸咗就話人恐怖？佢捂住塊面，喊到收唔到聲。我直起身，冇再理佢。我行入子軒間房，房入面嘅嘢仲喺度，佢將床鋪得好整齊，書台上面有一本打開咗嘅圖畫簿。我揭開，見到佢畫咗一幅畫，一個女人拖住一個細路仔。2個人笑得好開心，旁邊寫住一行歪歪斜斜嘅字：媽咪，我好掛住你。我嘅眼眶一下子熱咗，但我冇喊。我將幅畫摺好，放入手袋，然後我行出房，經過客廳嗰陣，周詠儀仲喺度喊。你放心，我經過佢身邊嗰陣講咗一句：警察好快會揾你。你幫陳志明做假賬嘅嘢，我都有證據。佢猛地抬起頭，眼神入面係徹底嘅驚恐。多謝你呢1年嚟幫我儲咗咁多證據。我笑住講完，轉身離開。出到大廈門口，陽光好猛，我迷起眼，深呼吸咗一下。電話響咗，係 Michelle。嘉欣，我啱啱收到消息，陳志明嘅案件會由商業罪案調查科同稅局聯合處理。佢嘅資產已經被凍結，包括間屋、公司戶口同埋佢名下所有物業。子軒呢？佢阿嫲屋企。Michelle 講，但係因為陳志明已被捕，而佢阿嫲唔係合法監護人，你可以即刻向法庭申請緊急撫養令。要幾耐？最快今日。Michelle 講，我已經準備好文件，你嚟律師樓簽名，我幫你入稟。我而家過嚟。收線之後，我攔咗一架的士，直接去 Michelle 嘅律師樓。車上面，我望住車窗外嘅街景，手緊緊揸住子軒幅畫。子軒，我細細聲講，媽咪嚟接你。Michelle 嘅律師樓喺中環，一棟玻璃幕牆嘅商業大廈入面。我上到28樓， Michelle 已經喺門口等我。佢係一個40出頭嘅女人，短髮，戴眼鏡，着住一套剪裁利落嘅灰色套裝。佢係我以前喺銀行做嘢嗰陣嘅同事，後來轉行讀法律，而家係全港最 top 嘅家事律師之一。嘉欣，佢攬咗我一下，你終於肯喐啦。我等咗3年，我笑住坐低。Michelle 將一份文件遞俾我，緊急撫養令嘅申請書，你簽咗名，我即刻派人送去法院，如果順利，下晝就可以批。我接過筆，
簽咗名。仲有 Michelle 繼續講，關於婚姻財產追討，你嘅情況好特殊，因為陳志明嘅資產已經被凍結，你嘅追討會同商業罪案調查科嘅案件一併處理。換句話講，佢嘅錢就算要充公，都要先滿足你嘅贍養費同財產分配。即係話我唔使等佢坐完監先攞到錢？唔使。Michelle 笑住講，你係合法配偶，你嘅權益優先於其他債權人。而且你手上有證據證明你對公司有實質貢獻，呢個對你好有利。我點一下頭，鬆咗一口氣。仲有一件事。Michelle 望住我，語氣認真起嚟。陳志明嘅阿媽，即係你奶奶，今朝打過電話嚟律師樓。佢講咩？佢話要同你傾。Michelle 講，佢話佢唔想個孫冇咗阿媽，但係佢亦都唔想個孫冇咗爸爸。佢想同你商量，可唔可以將子軒暫時交俾佢湊，等你同陳志明嘅官司打完先。我沉默咗一陣。陳志明嘅阿媽叫李月華，65歲，以前係小學教師，退休之後就一直湊住子軒。佢對我不算差，但係亦不算好。佢係一個好傳統嘅女人，覺得嫁雞隨雞，從來唔會幫我講說話。但係佢湊子軒湊得好好，子軒好中意佢。我想見佢。我講，你確定？確定。我講，佢始終係子軒嘅阿嫲。我可以唔原諒陳志明，但係我唔會阻止子軒見佢阿嫲。Michelle 點一下頭，我幫你安排。下晝2點，我收到法院嘅通知，緊急撫養令已批。我即刻搭車去陳志明阿媽屋企。佢住喺將軍澳一個居屋單位，3房1廳，地方唔大，但係好整齊。我企喺門口按門鈴嗰陣，心跳有啲快。門打開，李月華企喺門口。佢着住一件深藍色嘅針織外套，頭髮花白，面色好差，眼袋浮腫，明顯冇瞓好。佢望住我，眼神入面有好多複雜嘅嘢，愧疚、擔憂，仲有少少嘅哀求。嘉欣，佢把聲好沙，你入嚟先。我行入屋，見到子軒坐喺廳嘅地下玩積木。佢聽到聲，抬起頭望見我，成個人定咗1秒，然後尖叫住衝過嚟。媽咪！佢攬住我大髀，喊到成個人震晒。媽咪，你去咗邊？我好掛住你。爸爸話你唔要我了。我跪低攬實佢。媽咪冇唔要你。我把聲有啲哽咽，但係我忍住。媽咪嚟接你走。李月華企喺旁邊望住我哋兩母子，眼淚流咗出嚟。嘉欣，佢抹走眼淚。我知志明對你唔住。我冇教好個仔，我對你唔住。我抬起頭望住佢。奶奶，我唔怪你。我講，但係子軒我要帶走。佢係我個仔。我知。佢點一下頭。我唔會攔你。我只係想問你，我可唔可以繼續見個孫？我望住佢，諗咗一陣。可以。我講，每個禮拜你可以嚟探佢一次，但係唔可以帶佢見陳志明，直到官司完結為止。李月華望住我，眼淚繼續流，但係佢點咗頭。好好。我幫子軒執咗幾件衫同玩具，放入一個背囊。子軒拖住我隻手，好乖咁企喺我側邊，冇喊冇鬧。離開之前，李月華拉住我隻手。嘉欣，佢壓低聲線，我想話你知一樣嘢。咩事？志明間公司，佢除咗你講嗰啲嘢之外，仲有啲嘢你可能唔知。佢嘅眼神好凝重，佢同佢個合夥人叫乜名話？劉永發，佢哋喺內地搞咗個項目，係用假名義借嘅錢，金額好大。我心跳加速咗一下。劉永發？係。李月華講，我無意中聽到志明講電話講過，佢話如果嗰單嘢爆咗，佢哋2個都要坐監。我記低咗呢個名。多謝你，奶奶。唔使多謝。佢嘆一口氣，我只係想個仔可以少坐幾年。如果你可以揾到證據，同警方合作，或者佢可以輕判。我望住佢，終於明白佢今日叫我嚟嘅真正目的。佢唔係要搶個孫，佢係想我幫佢個仔減刑。我冇答應，亦冇拒絕，我淨係點咗一下頭。我會睇情況。拖住子軒離開嗰陣，佢行喺我側邊，
細細聲問媽咪：我哋以後住邊度？住媽咪間屋。我笑住答：跑馬地，好大間，仲有花園。爸爸呢？我停低腳步，蹲低身，望住佢對眼。子軒，爸爸做咗一啲錯事，我認真咁講，佢要受一陣子嘅懲罰。但係你放心，媽咪會一直喺你身邊，唔會再離開你。子軒望住我好耐，然後點咗一下頭。媽咪，我好肚餓。我笑住攬住佢。媽咪帶你去食大家樂。嗰晚，我帶子軒返到跑馬地間屋。佢第一次嚟，喺屋入面跑來跑去，話媽咪間屋好大。我幫佢沖涼、換衫、講故事，最後佢攬住我隻手瞓着咗。我望住佢瞓覺嘅樣，心入面滿滿嘅。然後我拎起電話打俾關 Sir。關 Sir， 我有新線索。咩線索？陳志明有一個合夥人叫劉永發。我講，佢哋喺內地用假名義借咗一筆錢做項目，金額好大。我奶奶親耳聽到陳志明講電話提到呢件事。關 Sir 沉默咗幾秒。劉永發，佢重複呢個名，呢個人我哋有記錄。佢之前涉及過一單跨境洗錢案，但係證據唔夠，最後甩咗身。如果陳志明同佢合作呢？咁就大件事啦。關 Sir 講，跨境洗錢加詐騙貸款，兩單加埋，夠佢坐多10年。我幫你揾證據，我講。你點揾？我知陳志明嘅電腦密碼。我笑住講，佢所有嘢都改晒，但係佢最中意用嘅密碼，永遠都係同一個。關 Sir 沉默咗好耐。林太，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緊嘅嘢，等於親手將你前夫送去坐監？我知。我望住熟睡嘅子軒，聲線好平靜。但係佢想搶走我個仔嗰陣，有冇諗過佢做緊啲咩？關 Sir 嘆咗一口氣。我聽日派人去你屋企攞電腦。收線之後，我坐喺床邊摸住子軒嘅頭髮。子軒，我細細聲講，媽咪會保護你，無論用咩方法。窗外月光照入嚟，照住子軒嘅瞓覺樣。我笑住合埋眼。第二朝早，我送子軒返學。佢讀嗰間幼稚園喺跑馬地附近，行路15分鐘就到。我拖住佢隻手，沿途經過街市、茶餐廳，同一個細細嘅公園。子軒一路行一路指住周圍嘅嘢問：媽咪，呢間係咩鋪頭？媽咪，嗰個公園有冇抽籤㗎？我逐樣答佢，心入面覺得好幸福。返到屋企冇幾耐，關 Sir 派咗2個探員嚟，帶走咗陳志明留喺屋企嗰部手提電腦。我將密碼寫低俾佢哋，陳志明0815，佢嘅生日日期，佢用咗幾10年都唔肯改。有消息即刻通知你。探員走之前講。我點一下頭，關埋門，然後我打開自己部電腦，開始做一樣我準備咗好耐嘅嘢，查劉永發。呢個名我聽陳志明提過好多次，每次都係喺電話入面，每次都壓低聲線。我以前以為只係普通生意夥伴，但係尋晚李月華講完之後，我開始覺得唔對路。我喺公司註冊處嘅網站輸入劉永發3個字，彈出幾間公司，其中一間叫永發工程有限公司，註冊資本500萬，股東得2個人，劉永發同陳志明。我再查呢間公司嘅記錄，發現佢過去3年有大量資金往來，全部都係同內地幾間公司嘅轉賬，金額加埋超過3000萬。而呢幾間內地公司全部都係空殼。我將所有資料下載，存入一個加密文件夾，然後我打電話俾 Michelle。Michelle， 我查緊劉永發，佢同陳志明合資開咗一間公司，過去3年有3000萬資金轉去內地空殼公司。你懷疑係洗黑錢？唔止，我講，我懷疑佢哋用呢間公司做掩護，將陳志明主公司嘅錢轉走，製造假虧損，從而逃避稅務同資產分配。Michelle 沉默咗幾秒。嘉欣，如果你講嘅嘢屬實，呢單嘢比我想象中更加大。我知，我講，所以我需要你幫手，你可唔可以揾到呢間公司嘅完整賬目？我試下。Michelle 講，但係需要時間。我等得。我講，我等咗3年，唔爭再等多幾日。收線之後，我坐喺書房入面，望住窗外嘅陽光。
呢幾日發生嘅事太多，但我反而覺得自己越嚟越清醒。以前嘅我，日日困喺間屋入面，煮飯、湊仔，等一個唔會早返嘅老公，好似一個冇靈魂嘅公仔。而家嘅我，每一日都有目標，有行動，有結果。呢種感覺叫做活着。下晝3點，我去接子軒放學，佢一出校門口就衝過嚟攬住我，手上揸住一幅畫。媽咪，我今日畫咗你。我接過幅畫，見到上面畫咗一個紮馬尾嘅女人，笑得好開心，旁邊有一個細路仔拖住佢隻手，畫上面寫住我嘅媽咪最靚。我攬住佢，差啲忍唔住喊，多謝你，子軒。返到屋企，我煮咗佢最中意食嘅肉醬意粉，佢食到成個嘴都係醬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食完飯之後，我幫佢沖涼，陪佢睇卡通片，然後講故事俾佢聽。佢瞓着之前拉住我隻手問：媽咪，爸爸幾時返嚟？我望住佢，心入面痛咗一下。爸爸要遲啲先返到嚟，我輕輕講，但係媽咪會一直喺度陪你。佢點一下頭，合埋眼瞓着咗。我坐喺床邊望住佢嘅瞓覺樣，忽然諗起一件事。陳志明之前同我講過，佢喺內地有個戶口係用嚟應急嘅。我從來冇見過嗰個戶口嘅記錄，但係有一次佢飲醉酒之後講過一句：如果有一日出事，嗰筆錢夠我哋一家3代唔使憂。嗰筆錢喺邊？我打開陳志明留低嘅舊手機，佢換新機之後，舊機放喺屋企櫃桶入面，我冇掉到。我充電開機，入面仲有佢嘅 WhatsApp 記錄。我逐個對話睇，揾到佢同劉永發嘅一個群組，入面嘅對話刪得好乾淨，但係有一條信息留低咗。劉永發傳咗一個銀行賬戶號碼俾陳志明，後面寫住呢個戶口最穩陣，錢入咗去冇人查到。戶口係內地銀行，持有人唔係陳志明，亦唔係劉永發，而係一個叫張國強嘅名。我即刻將呢個戶口號碼影低，傳俾關 Sir。關 Sir， 呢個可能係陳志明嘅隱藏戶口，持有人叫張國強，但係實際控制人係陳志明同劉永發。關 Sir 好快覆，我即刻查。你點揾到㗎？佢舊手機，我笑住覆。關 Sir 覆咗一個豎起拇指嘅 emoji。夜晚我瞓唔着，企喺窗前望住外面嘅街燈，電話震咗一下，係一個陌生號碼。我接起，對面係一個女人嘅聲線，好細好弱。請問係咪林嘉欣小姐？我係。你係邊位？我係劉永發嘅老婆。佢把聲喺震，我叫做何美珍。我心跳加速咗一下。你點解揾我？我喺新聞見到你單嘢。佢講我老公尋晚返到屋企，好驚，話佢同陳志明嘅事就快爆。佢話陳志明俾人拉咗，佢可能都走唔甩。你想我幫你？我有啲證據。何美珍講，我老公將所有嘢鎖喺夾萬入面，但我偷咗鎖匙，影低晒入面嘅文件。我唔知應該交俾邊個。我見你咁勇敢，佢開始喊。你可唔可以幫我？我深呼吸咗一下。你住邊度？我聽日嚟揾你。何美珍講咗一個地址，喺天水圍。我寫低之後安慰咗佢幾句，然後收線。第二朝，我送完子軒返學之後，即刻搭車去天水圍。何美珍住喺一個公共屋邨，單位好細，但係執得好整齊。佢30幾歲，面色好差，眼袋好深，明顯受咗好大壓力。佢開門嗰陣，手仲喺度震。林小姐，多謝你肯嚟。你唔使客氣。我坐低，接過佢遞嘅一杯水。何美珍打開一個鐵盒，入面有成沓文件。佢逐份拎出嚟俾我睇，全部係劉永發同陳志明合作嘅資金記錄、合約副本，同埋幾份用假名簽嘅貸款文件。呢度仲有一份。佢拎出最後一份，係一張銀行本票嘅影印本，金額2000萬，收款人係一個內地公司名。我老公話呢筆錢係用嚟疏通關係嘅，但係我睇過，間公司根本唔存在。我望住呢沓文件，心跳得好快。呢啲證據足夠將陳志明同劉永發一網打盡。何太，我望住佢，你知唔知你交俾我嘅呢啲嘢會令你老公坐監？
何美珍嘅眼淚流咗出嚟。我知佢抹走眼淚，但係佢呢幾年變咗好多。佢成日發脾氣，打我，仲話要同我離婚，我頂唔順啦。與其俾佢繼續害人，不如我自己企出嚟。我揸住佢隻手，你做得啱。我將所有文件影低，然後將正本收好。你放心，呢啲證據會交俾警方，你嘅安全，警方會保護。何美珍點一下頭，喊住講：多謝你，林小姐。離開天水圍返到跑馬地，我即刻將所有證據傳俾關 Sir。關 Sir 睇完之後打嚟，把聲好激動：林太，你呢批證據好關鍵，入面有劉永發同陳志明用假名簽嘅貸款文件，涉及金額超過5000萬。呢單嘢夠佢哋坐好耐。幾耐？加埋之前嘅洗黑錢同逃稅，保守估計15年。關 Sir 講15年，陳志明會坐15年監。我望住窗外，冇開心，亦冇唔開心。呢個男人曾經係我嘅丈夫，我個仔嘅爸爸，但係佢選擇咗背叛、欺騙同傷害。佢嘅結局係佢自己一手造成嘅。關 Sir， 我講，我想見陳志明一次。對面沉默咗幾秒。你確定？確定。我講，我要親口同佢講，佢輸咗。關 Sir 安排咗3日後俾我去探陳志明。呢3日我過得好平靜，每日朝早送子軒返學，然後返屋企做家務、睇文件，同 Michelle 通電話傾官司進度。下晝接子軒放學，陪佢做功課、煮飯、講故事。夜晚佢瞓着之後，我就坐喺書房入面整理所有證據。生活好簡單，但係好充實。子軒似乎開始習慣新生活，佢喺學校交到新朋友，每日返嚟都會同我講今日發生咩事。佢笑嘅次數多咗，問爸爸幾時返嚟嘅次數少咗。我知佢慢慢適應緊。第3日朝早，我將子軒送去奶奶李月華屋企，佢呢排每個禮拜都會接子軒去玩半日，兩個祖孫關係好好。李月華見到我就問：你今日去探志明？係。佢望住我，眼神好複雜。嘉欣，你可唔可以同佢講，叫佢好好合作？如果佢肯認罪，或者可以判輕啲。我望住佢，點咗一下頭。我會同佢講，但係我冇答應佢任何嘢。探監嘅地方喺荔枝角收押所，我搭的士去到，經過重重安檢，終於被帶到一個探訪室。探訪室好細，中間有一塊厚玻璃，兩邊各有一張凳。我坐喺玻璃呢邊，等咗大約5分鐘，陳志明被帶出嚟。佢着住一件灰色嘅囚衣，頭髮剃短咗，塊面凹陷落去，眼肚好深，成個人好似老咗10年。佢望見我嗰陣，眼神入面有好多嘢，憤怒、怨恨、不甘，仲有一絲我估唔到嘅嘢，羞愧。佢坐低，拎起電話。我拎起我嗰邊嘅電話。你嚟做咩？佢把聲好沙好沉，嚟睇我笑話？我嚟話你知一件事。我把聲好平靜。咩事？劉永發嘅老婆揾咗我。我講，佢交咗一批證據俾我，包括你哋用假名簽嘅貸款文件，同內地空殼公司嘅資金往來記錄，仲有一張2000萬嘅本票影印本。陳志明塊面由灰白變成死白。你講大話。我冇講大話，我繼續講，呢批證據已經交咗俾警方，你嘅案件會加控跨境詐騙貸款同洗黑錢。關 Sir 話，加埋之前嘅罪行，你最高可以判15年。佢成個人震晒，手揸住電話，指節發白。你點解要咁做？佢嘅聲線開始提高，隔住玻璃都聽到佢嘅憤怒。我係子軒嘅爸爸，你送我去坐監，子軒就冇爸爸。你搶走子軒嗰陣，有冇諗過佢會冇阿媽？我望住佢，聲線冇提高過。你逼我簽淨身出戶協議嗰陣，有冇諗過我一個女人帶住個仔點生活？你同周詠儀搞埋一齊嗰陣，有冇諗過你係人哋老公、人哋爸爸？佢嘅嘴唇喺度震，講唔到嘢。陳志明，我繼續講，你今日嘅下場，全部係你自己揀嘅。你揀背叛，你揀欺騙，你揀用最卑鄙嘅方法對付一個同你同甘共苦8年嘅女人，呢個就係你嘅報應。佢嘅眼淚開始流出嚟。
嘉欣，我對唔住你。你唔需要對唔住，我講，因為我已經唔再係你老婆。由你逼我簽離婚協議嗰一刻開始，我哋之間嘅嘢已經完咗。我企起身，我今日嚟，淨係想話你知3件事。佢抬起頭望住我。第一，子軒我湊得好好，佢好開心，你唔使擔心。第二，我會同你離婚，徹底完結我哋嘅關係。第三，我望住佢對眼，一個字一個字講，你話我一個女人鬥唔過你，而家你坐喺入面，我企喺外面，你覺得邊個贏咗？佢捂住塊面，喊到收唔到聲。我放低電話，轉身離開。行出收押所嗰陣，外面嘅陽光好刺眼，我迷起眼，深呼吸咗一下。我冇贏嘅感覺，我只係覺得終於可以放低呢8年，呢段婚姻，呢個男人，所有嘅嘢，終於可以徹底畫上句號。返到屋企 ，Michelle 打嚟，嘉欣，離婚訴訟嘅日期定咗，下個月15號開庭，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，我講。陳志明嘅律師會提出抗辯，要求分得更多財產，但係因為佢嘅資產已經被凍結，加上刑事指控，佢嘅律師團隊唔會太落力，即係我會贏，你會贏。Michelle 笑住講，而且你會贏得好徹底。收線之後，我行入書房，打開阿爸以前留低嘅一本舊相簿，入面有佢年輕嗰陣嘅相，着住西裝，笑得好開心。佢後面嘅書架上面有一排法律書籍，我摸住相入面阿爸塊面，細細聲講，阿爸，我搞掂啦。相入面嘅人當然冇應我，但係我感覺到一種溫暖，好似佢喺某個地方望住我，笑住點一下頭。下晝我去接子軒放學，佢衝出校門口，手上揸住一張獎狀，媽咪，我今日攞咗好孩子獎。我接過獎狀，上面寫住陳子軒同學，因樂於助人，有愛同學，獲頒好孩子獎。我攬住佢，笑住講，子軒好叻仔。媽咪，佢抬起頭望住我，我今日同同學講，我媽咪係全世界最叻嘅媽咪。我嘅眼淚終於忍唔住，一滴一滴流落嚟，但係我笑住，多謝你，子軒。嗰晚，子軒瞓着之後，我坐喺廳度，打開 IG， 我開咗一個新賬號，叫林嘉欣重新開始。我將自己嘅故事寫成一個貼文，由結婚、辭工、湊仔，發現老公出軌，被逼淨身出戶，到最後反擊，全部寫晒出嚟。我冇用任何修飾，就咁平鋪直敘咁寫。寫完之後，我望住篇文，深呼吸一下，然後撳咗發布。1個鐘之內，留言過千，全部係撐我嘅說話。其中一個留言寫，多謝你，我老公都係咁對我，我一直唔敢走。睇完你嘅故事，我覺得我都可以。我望住呢個留言，笑住覆佢，你可以，你一定可以。收埋電話，我行入房，望住熟睡嘅子軒，月光照喺佢塊面上面，佢嘅嘴角微微向上翹，好似發緊個靚夢。我輕輕摸住佢嘅頭髮，子軒，我細細聲講，你大個之後，媽咪會話俾你聽一個故事，一個關於勇氣同堅持嘅故事。佢喺瞓夢中喐咗一下嘴，好似應我。我笑住合埋眼。聽日又係新嘅一日，而我已經準備好迎接任何挑戰。離婚開庭之前嘅2個禮拜，我嘅生活進入咗一種好規律嘅節奏。朝早6點起身，煮早餐，叫子軒起身，幫佢着衫、刷牙、食早餐，然後拖住佢行路返學。返到屋企之後，我就開始處理文件，同 Michelle 通電話，同關 Sir 跟進案件進度。下晝3點接子軒放學，陪佢做功課，帶佢去公園玩。夜晚煮飯、沖涼、講故事，陪佢瞓覺。呢種生活好忙，但係我好充實，因為我知道每一日嘅忙碌都係為咗我同子軒嘅將來。有一日，我接子軒放學嗰陣，見到學校門口企住一個女人，佢戴住太陽眼鏡，着住一件白色連身裙，手上面揸住一個名牌手袋。佢企喺校門對面，望住我同子軒。我認得佢，周詠儀。佢瘦咗好多，面色好差，
太陽眼鏡遮唔住佢眼肚下面嘅青。佢企喺度，冇行過嚟，淨係望住我。我拖住子軒行過馬路，經過佢身邊嗰陣，停低腳步。你嚟做咩？我問。周詠怡除低太陽眼鏡，露出對紅腫嘅眼。佢望住我，嘴唇喐咗幾下，最後講：我想同你傾幾句。我同你冇嘢好傾，就幾分鐘。佢嘅聲線好低，好弱。我知我對唔住你，但係我有啲嘢一定要同你講。我望住佢，再望住企喺我側邊嘅子軒。你等陣。我蹲低身同子軒講：子軒，你企喺媽咪側邊，唔好行開，媽咪同呢個姐姐講幾句嘢。子軒點一下頭，拖住我隻手。我望住周詠怡，你有咩講？快啲。周詠怡嘅眼淚開始流出嚟。我個 BB 冇咗。我冇出聲。志明俾人拉咗之後，我一個人好驚，食唔到嘢，瞓唔到覺。上個禮拜我突然肚痛，去醫院，醫生話 BB 已經保唔住，佢捂住塊面，喊到收唔到聲。我望住佢，心入面冇同情，亦冇開心。你嚟同我講呢個做咩？我只係想話你知，我已經得到報應。佢抹走眼淚，我搶你老公，搞到佢坐監，而家連個 BB 都冇埋。我知我錯啦。你錯唔錯，關我咩事？我把聲好平靜。你搶我老公嗰陣，你知自己做緊咩？你大咗肚逼我簽淨身出戶協議嗰陣，你知自己做緊咩？而家你受到報應，你嚟同我講你知錯。周詠怡塊面白晒。你唔需要我原諒你。我講，因為你嘅錯，你自己要承擔。我唔會可憐你，亦唔會憎你。我只係想話你知，由今日開始，你嘅事同我冇關。我拖住子軒轉身離開，行咗幾步，子軒抬起頭問我：媽咪，嗰個姐姐做咩喊？佢做錯事，所以唔開心。我答：佢會唔會好煩？我望住子軒，諗咗一陣，會嘅。我講，只要佢以後唔再做錯事，就會好煩。子軒點一下頭，冇再問。返到屋企，我收到 Michelle 嘅信息，聽日開庭，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陳志明嘅律師今朝提出咗一個和解方案。Michelle 講，佢願意放棄所有財產分配嘅抗辯，條件係你唔好追究周詠怡協助犯罪嘅部分。我諗咗一陣，周詠怡幫佢做假賬係犯法嘅事，點解我要放過佢？因為如果你堅持追究，案件會拖長，可能要加多3至6個月。Michelle 講，但係如果你同意，離婚聽日就可以完結，你即刻可以攞到應得嘅財產分配。我望住窗外，諗咗好耐。周詠怡搶我老公，逼我走，懷住我前夫嘅 BB， 佢對我做嘅嘢，每一樣都係傷害。但係佢今日企喺學校門口喊住，同我講佢個 BB 冇咗嘅時候，我見到一個已經崩潰嘅人。佢已經受到懲罰。好，我同意，我覆 Michelle， 但我有一個條件。咩條件？我要陳志明簽一份文件，放棄對子軒嘅所有撫養權同探視權，永久放棄。Michelle 沉默咗幾秒。嘉欣，呢個條件好辣，佢可能唔會同意。佢會同意，我講，因為佢而家冇得揀。第二日，法庭。我着住一套淺藍色嘅套裝，頭髮紮成低馬尾，化咗淡妝。Michelle 坐喺我側邊，手上面揸住一份厚厚嘅文件。對面嘅律師直坐住陳志明嘅代表律師，一個中年男人，面色好凝重。而陳志明本人透過視像系統連線出庭，着住囚衣，坐喺收押所嘅會議室入面。佢望住鏡頭嗰陣，我見到佢嘅眼神。冇晒以前嗰種傲慢同輕蔑，剩返一種空洞嘅疲憊。法官入場之後，案件正式開始。Michelle 企起身陳述：法官大人，申請人林嘉欣女士與被申請人陳志明先生，雙方已達成和解協議。申請人同意放棄對第三方周詠怡女士嘅刑事追究，被申請人同意放棄所有財產分配嘅抗辯，並同意將名下60%嘅資產分配予申請人。法庭入面一陣細微嘅騷動，60%，即係陳志明間公司、層樓、駕車同埋佢所有銀行存款嘅60%，
全部歸我。陳志明嘅律師企起身，法官大人，我方同意此協議，但係申請人附加咗一個條件。法官望住佢，咩條件？申請人要求被申請人永久放棄對其兒子陳子軒嘅撫養權及探視權。法庭入面嘅騷動更大咗。法官望住我，林小姐，你確定呢個條件？我企起身，法官大人，我確定。被申請人陳志明先生過去1年對家庭不忠，對兒子不顧，更曾試圖將兒子從其母親身邊強行帶走。我認為佢唔適合擔任父親嘅角色。為咗兒子嘅最佳利益，我希望法庭批准此條件。法官點一下頭，然後轉向視像屏幕。陳先生，你對呢個條件有冇異議？陳志明望住鏡頭，佢塊面喺屏幕上面顯得灰白而憔悴。佢嘅嘴唇喐咗幾下，然後佢講咗一句，把聲好細，我同意。法官望住佢，你確定？我確定。佢把聲開始震，我冇資格做佢爸爸。法庭入面靜晒，我望住屏幕入面嘅陳志明，見到佢嘅眼淚一滴一滴流落嚟。佢冇抹，就咁俾佢流。呢一刻，我終於覺得呢個男人真係完咗。法官敲錘，批准，離婚協議生效，財產分配按雙方協議執行，撫養權歸申請人林嘉欣女士所有，被申請人陳志明先生永久放棄撫養權及探視權。休庭之後，我企喺法庭外面 ，Michelle 行埋嚟攬住我，嘉欣，恭喜你，多謝你，你而家係一個有錢嘅單親媽媽。Michelle 笑住講，間公司、層樓，仲有幾百萬現金，全部係你嘅。我望住佢，笑住講，我唔係有錢，我只係攞返我應得嘅嘢。離開法院嗰陣，陽光好猛，我企喺法院門口，望住藍天白雲，深呼吸咗一下。8年，由嫁俾佢嗰日開始，到而家8年，我終於徹底自由。電話響咗，係關 Sir。林太，恭喜你離婚成功。佢講，另外有一件事想通知你，陳志明同劉永發嘅刑事案件將於下個月開審，到時你需要以證人身份出庭。我會去，我講。仲有一件事，關 Sir 嘅語氣變得認真，我哋查到你之前提供嘅嗰個內地戶口入面有2300萬存款，呢筆錢將會被凍結，作為案件嘅證據。2300萬，陳志明一直隱瞞嘅嗰筆錢，呢筆錢最終會點？我問。如果證實係犯罪得益，會被充公。關 Sir 講，但如果證明係合法收入，會歸還俾合法持有人。而家陳志明嘅資產已經分配咗俾你，呢筆錢嘅歸屬會由法庭決定。我明白，我講。收線之後，我企喺街頭，望住來來往往嘅人。2300萬，一筆我從來唔知嘅錢。陳志明同我結婚8年，佢有2300萬收埋喺內地，而我每個月為咗慳幾十蚊買餸錢，要行多2個街口去平啲嘅超市。呢個男人從來冇當我係一家人，但係冇所謂啦，因為由今日開始，佢嘅一切都同我無關。我返到屋企，子軒已經放學返嚟，李月華今日幫我接佢，2個祖孫坐喺廳度睇電視。子軒一見到我，即刻衝過嚟，媽咪。我攬住佢，笑住問，今日喺阿嫲度開唔開心？開心。阿嫲煮咗我最中意食嘅咖喱。李月華企起身，望住我，眼神入面有啲緊張。嘉欣，法庭點樣？搞掂晒。我笑住講，離婚批咗，子軒歸我。李月華鬆咗一口氣，但係隨即又問，志明呢？我望住佢，諗咗一陣，佢同意咗所有條件。我講，包括放棄撫養權。李月華嘅眼淚流咗出嚟，佢抹走眼淚，點一下頭。咁都好，咁都好。佢冇再問落去。夜晚，子軒瞓着之後，我坐喺書房入面，打開電腦，望住銀行戶口入面嗰串數字。陳志明60%嘅資產已經過咗落我戶口，加埋我之前嘅積蓄，我而家嘅身家超過2000萬。但係我望住呢串數字，冇特別開心嘅感覺。
因為呢啲錢係用8年嘅屈辱換返嚟嘅。我寧願從來都冇嫁過俾佢，但係如果冇嫁俾佢，就唔會有子軒。我望住房入面熟睡嘅子軒，笑住合埋眼。呢個世界上有啲嘢係錢買唔到嘅，好似子軒嘅笑容，好似我嘅自由，好似我企得直嘅尊嚴。離婚之後嘅生活比我想象中平靜，我將大部分時間用喺湊仔同打理新生活上面。陳志明間公司我交俾一個專業嘅經理人打理，每個月睇一次盤數就夠。層樓我放租咗出去，每個月有穩定嘅租金收入。我自己帶住子軒住喺跑馬地間屋，唔使擔心錢，唔使睇人面色，日子過得好輕鬆。但係我知陳志明嘅刑事案件仲未完。嗰日下晝，關瑞約我去警署做一份詳細嘅口供。我將子軒交俾李月華，然後自己去咗警署。關瑞喺辦公室等我，台面上面攤開晒所有證據文件。林太坐，佢指咗一下對面嘅凳，今日想同你再確認一啲細節。我坐低，開始逐樣講，由第一次發現陳志明同周詠儀嘅曖昧信息，到佢開始成日夜歸，到佢將公司文件帶返屋企但鎖埋房門，到佢逼我簽離婚協議，到佢搶走子軒，我全部講晒。關瑞一路聽一路寫，間唔中問幾句。講到一半嘅時候，關瑞嘅電話響咗，佢接起，聽咗幾句，面色突然變得好凝重。咩話？幾時？好，我而家過去。佢收線，望住我，眼神好嚴肅。林太，有件事要話你知。咩事？劉永發今朝被發現在佢駕車入面昏迷，懷疑服食過量藥物。佢而家喺醫院搶救中。我成個人定住。佢自殺？暫時未知。關瑞講，但係佢老婆何美珍話，佢尋晚同佢講過一句話，與其坐監，不如死咗算。我沉默咗。劉永發，陳志明嘅合夥人，洗黑錢嘅同謀，佢選擇咗用最極端嘅方式逃避法律制裁。佢而家點樣？醫生話救得返，但係情況嚴重，可能要留醫一段時間。關瑞講，佢嘅案件會押後處理。我點一下頭，繼續做完份口供。離開警署嗰陣，我打電話俾何美珍。何太，我聽到你先生嘅事，你冇事啊嘛？何美珍喺對面喊住講，我唔知佢會咁㗎，我以為佢淨係講下，佢尋晚寫咗一封遺書俾我，話對唔住我同個女。佢而家點？醫生話脫離咗危險期，但係要觀察。佢把聲好虛弱。林小姐，我係咪害死咗佢？你冇害死佢，我講得斬釘截鐵，佢選擇犯法就要承擔後果。你企出嚟講真相係做啱嘅事。何美珍喊咗好耐，最後收咗線。我企喺街頭望住天空，深呼吸咗一下。呢場仗有人贏，有人輸，有人選擇逃避，但我選擇企到最後。1個禮拜之後，陳志明嘅刑事案件正式開審。我以證人身份出庭，坐喺證人席上面，面對法官、陪審團同埋陳志明嘅辯護律師。佢嘅律師換咗人。之前嗰個已經辭職，而家呢個係一個年輕嘅女律師，睇落經驗唔算豐富。佢企起身，開始盤問我：林小姐，你同被告陳志明先生已經離婚，對嗎？係。你對被告懷有敵意，對嗎？我望住佢，聲線平靜。我對一個背叛我、搶走我個仔、逼我淨身出戶嘅人，當然有敵意。但係我今日嚟作供，唔係因為敵意，而係因為真相。女律師塊面有啲緊。你承認你收集咗被告嘅私人文件，包括電腦密碼同銀行記錄？我係收集咗。我答，因為我發現被告隱瞞資產同違法經營。作為一個妻子同母親，我有責任保護自己同個仔嘅權益。你係咪承認你偷睇被告嘅私人通訊？被告將文件帶返屋企，放喺共同居住嘅地方。我作為家庭成員，有權知道家庭財務狀況。我望住佢，而且如果佢冇做違法嘅事，我睇到咩都唔會有問題。問題係佢做咗。女律師開始出汗。
佢再問咗幾個問題，但係全部都俾我四兩撥千斤咁擋返去。最後佢無奈咁坐低。關稅企起身，開始陳述檢控方嘅案情。佢將所有證據逐樣展示，假賬記錄、空殼公司文件、離岸戶口轉賬記錄、劉永發妻子提供嘅貸款文件，全部擺晒上法庭。陪審團越聽面色越凝重。陳志明坐喺犯人欄入面，成個人縮埋一嚿，耷低頭，唔敢望任何人。最後，關稅講咗一句總結：法官大人，各位陪審員，被告陳志明先生利用其妻子嘅信任，利用其公司嘅平台，利用法律制度嘅漏洞，進行長達5年嘅違法經營，涉及金額超過8000萬港元。佢背叛嘅唔單止係法律，仲有佢嘅家庭、佢嘅員工同埋社會對佢嘅信任。我懇請法庭作出公正嘅裁決。法庭入面靜晒，法官宣布休庭，陪審團退席商議。我等咗3個鐘，3個鐘入面，我坐喺法庭外面嘅長椅上面，望住牆上嘅時鐘1分1秒咁過。然後陪審團返嚟，陪審團，你哋有冇達成一致裁決？陪審團主席企起身，有，法官大人。裁決係咩？一致裁定被告陳志明所有控罪成立。法庭入面一陣嘩然。陳志明喺犯人欄入面成個人軟晒，要由2個庭警扶住先至企得穩。佢嘅律師面色死白，企起身要求輕判。法官望住陳志明，聲線嚴厲：被告陳志明，你嘅罪行嚴重，涉及金額巨大，對社會、對家庭、對受害者造成深遠傷害。本庭判處你監禁12年，罰款300萬，所有非法得益全數充公。12年。陳志明終於喊出聲，佢轉頭望住旁聽席，望住我，佢嘅眼神入面有絕望，有後悔，有憤怒，有哀求。我望住佢，冇任何表情。然後佢被庭警押走。我企起身，行出法庭。外面嘅陽光好猛，我迷起眼。12年。佢會喺監獄入面度過12年。出嚟嗰陣，佢54歲，青春冇晒，事業冇晒，家庭冇晒，乜都冇晒。呢個就係佢嘅結局。我企喺法院門口，深呼吸咗一下，然後拎起電話打俾子軒。子軒，媽咪搞掂晒啦。你今日喺亞麻道乖唔乖？乖，佢喺對面大聲答。媽咪幾時返嚟？而家就返。我笑住講。你想食咩？媽咪買俾你。我想食雪糕。好，媽咪買俾你。收線之後，我行去附近嘅便利店，買咗2杯雪糕，一杯係雲呢拿味，俾子軒；一杯係朱古力味，俾我自己。我企喺街邊，打開杯雪糕，食咗一啖，好甜。我笑住望住藍天，一切都完咗啦。陳志明判監之後嘅第1個星期，我以為一切都會好平靜，但係我錯咗。嗰日朝早，我送子軒返學之後返到屋企，喺門口見到一個企喺度嘅人影，係陳志明嘅家姐陳志芳。佢40幾歲，嫁咗去澳門，好少返香港。佢同陳志明感情好好，細個嗰陣成日湊佢。我嫁入陳家8年，佢對我唔算差，但亦唔算特別好。每次見面都係客客氣氣，但係今日佢企喺我門口，塊面黑過鑊底。嘉欣，佢叫我把聲好冷。大姑奶，我開門入嚟坐。佢跟住我行入屋，冇除鞋，就咁企喺廳中間，雙手叉腰望住我。我今日嚟係想同你講一件事。你講。你害到我細佬坐監，你滿意未？我把聲好平靜。佢犯罪，所以坐監，唔係我害佢，係佢害自己。佢行前一步，手指指住我。你如果唔係收集啲證據交俾警察，佢點會有事？你係佢老婆，你應該幫佢。你竟然出賣佢。我望住佢，冇退後。大姑奶，你知唔知你細佬對我做過啲咩？我知，佢出面有女人啫，邊個男人唔係咁？你忍下咪得咯。你搞到佢坐監，子軒冇咗爸爸，你開心啦。佢逼我簽淨身出戶協議，搶走子軒，話我一個女人鬥唔過佢。我一個字一個字講，
佢同第二個女人搞大個肚，然後要我一個先都唔帶走咁離開。你覺得我應該忍？陳志芳嘅嘴唇喐咗幾下。你可以離婚，但係你唔使搞到佢坐監㗎。我冇搞佢，我把聲開始變硬，係佢自己犯法。佢洗黑錢、逃稅、用假名借貸款，全部都係佢自己揀嘅。如果佢冇做過呢啲嘢，我交再多證據都告唔入佢。陳志芳望住我，眼神由憤怒變成怨恨。你變咗，佢講，以前嘅你唔係咁㗎。以前嘅你好聽話，好溫柔。以前嘅我係一個蠢女人，我打斷佢，我以為聽話就會得到尊重，但係我錯咗，聽話只會令欺負你嘅人更加得寸進尺。陳志芳望住我好耐，最後講咗一句：你以後唔好再叫我大姑奶，我同你冇任何關係，我從來冇打算再叫你。我笑住答，佢轉身走咗，嘭一聲關埋門。我企喺廳入面，深呼吸咗幾下。呢啲說話我預咗會聽到，陳家嘅人一定會有人嚟鬧我，但係我唔會再俾任何人用道德綁架我。佢哋覺得我應該忍，應該原諒，應該為咗個仔犧牲自己，但係佢哋從來冇問過我犧牲咗8年得到啲咩？得到背叛，得到傷害，得到一句你一個女人點樣同我鬥？我唔會再忍。下午我去接子軒放學嗰陣，佢嘅班主任黃老師叫住我，陳太，唔好意思，林太，佢改口，我想同你傾下子軒嘅事。我心跳加速咗一下，子軒點樣？佢冇事，身體好好。黃老師笑住講，但係佢最近有啲情緒上嘅變化。佢成日問同學，你爸爸會唔會去坐監？你爸爸會唔會唔要你？我嘅心一沉。我知你同你先生最近發生咗啲事。黃老師語氣好溫柔，子軒可能受到咗影響。我建議你可以同佢多啲傾偈，等佢明白爸爸嘅事唔係佢嘅錯。多謝你，黃老師。我會嘅。接咗子軒之後，我帶佢去公園玩秋千。佢坐喺秋千上面，我喺後面推佢，一路推一路諗緊點樣開口。子軒，我終於講，你最近喺學校開唔開心？開心，佢大聲答。你有冇啲嘢想同媽咪講？佢沉默咗一陣，然後細細聲講，媽咪，爸爸係咪唔會返嚟？我停住推秋千嘅手，行到佢面前，蹲低身望住佢。子軒，爸爸做錯咗事，所以佢要去一個地方住一段時間。嗰個地方叫監獄。監獄係咩嚟㗎？係一個俾做錯事嘅人反省嘅地方。我諗咗一陣先答。爸爸喺入面會好好諗下自己錯咗啲咩，佢出嚟之後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好嘅人。子軒望住我，眼神好認真。媽咪，爸爸係咪因為唔要我，所以先至去嗰個地方？我嘅心好似被人揸住咁痛。唔係，我攬住佢，爸爸去嗰個地方同你無關，係佢自己做錯決定。你永遠都係媽咪最錫嘅仔。無論發生咩事，媽咪都唔會離開你。子軒攬住我頸，細細聲講，媽咪，我都唔會離開你。我嘅眼淚流咗出嚟，但係我笑住。好，我哋講定。嗰晚，子軒瞓着之後，我坐喺書房入面，打開電腦，寫咗一篇新嘅 IG 貼文。我將今日陳志芳嚟鬧我嘅事寫出嚟，將班主任同我講子軒情緒受影響嘅事寫出嚟，將我自己嘅感受寫出嚟。最後我寫咗一句，有人問我，為咗報復搞到前夫坐監，搞到個仔冇爸爸，值唔值得？我想講，我從來都唔係報復，我係保護我自己，保護我個仔，保護我應得嘅尊嚴。如果呢個世界覺得一個女人企出嚟保護自己就係報復，咁呢個世界需要改變。發佈之後，留言再次湧入，今次嘅留言唔同咗，有更多嘅分享，更多嘅共鳴，更多嘅我都係咁。其中一條留言寫，我老公都係咁，但係我唔敢離開。睇完你嘅故事，我開始覺得，或者我都可以。我望住呢條留言，覆咗佢一句，你可以，慢慢嚟，每一步都好。收埋電話，我望住窗外嘅月光，呢場仗
我打贏咗法律上嘅部分，但係我知道心靈上嘅仗仲未完。子軒需要時間適應冇爸爸嘅生活，我需要時間修復呢8年嚟嘅傷痕。陳家嘅人需要時間接受佢哋個仔犯罪嘅事實，一切都需要時間。但係我有時間，因為我已經唔再係嗰個急住要討好所有人嘅林嘉欣。我係一個企得直嘅女人，一個保護到自己個仔嘅阿媽。時間喺我嗰邊，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轉眼間已經係陳志明入獄之後嘅第3個月。秋天到咗，天氣開始轉涼。我幫子軒買咗幾件新嘅長袖衫，佢着住之後成個人高咗一截，望落已經唔再係嗰個 BB 仔。佢開始習慣新生活，習慣冇爸爸嘅日子。雖然間中佢都會問起陳志明，但係問嘅次數越來越少，每次問完之後嘅情緒波動都越來越細。我知佢慢慢好緊。有一日，我收到一封監獄寄嚟嘅信，信封上面寫住陳志明3個字，地址係荔枝角收押所。我望住封信，心跳有啲快。我打開，入面得一張紙，字跡好潦草，明顯係寫得好辛苦。嘉欣，我知你唔會原諒我。我寫呢封信唔係想求你原諒，我只係想話你知，我喺入面諗咗好多嘢。我以前覺得錢最重要，面最重要，阿媽嘅期望最重要。我以為只要揾到更多錢，俾到更好嘅生活俾屋企人，就係一個好男人。但我而家明啦，一個男人最緊要嘅嘢係承擔。我對你唔住，對子軒唔住，我唔配做佢爸爸。我唔會再寄信俾你，亦唔會要求見子軒。你湊得佢好好，我知道。如果你有一日想同子軒講起我，你同佢講，佢爸爸係一個失敗嘅人，但係佢阿媽係一個好勇敢嘅女人。多謝你曾經嫁俾我，陳志明。我望住封信，讀咗3次，然後我將封信接好，放返入信封，收埋喺書房個櫃桶入面。我冇喊，因為我對呢個男人已經冇晒感覺。但係我決定，將來有一日，當子軒大個咗，問起佢爸爸嘅時候，我會將呢封信俾佢睇，等佢知道，佢爸爸雖然做錯事，但係最後嘅時候，佢終於承認咗自己嘅錯。呢個世界嘅嘢就係咁，有啲人要等到失去晒所有嘢，先至識得後悔。但係後悔改變唔到已經發生嘅事。幾日之後 ，Michelle 約我食飯，我哋喺中環一間意大利餐廳見面。佢着住一套紅色套裝，精神好好。嘉欣，你近排點樣？佢問。幾好，我笑住答。子軒適應咗學校生活，我開始諗緊之後做咩？做咩？你而家係富婆嚟㗎，仲使做？就係因為唔使為錢煩，先至要搵嘢做。我講，我唔想成日留喺屋企，我想做啲有意義嘅事。Michelle 望住我，眼神認真起嚟。既然你咁講，我有個提議。咩提議？我律師樓最近接咗好多單家庭暴力同離婚嘅案件，全部係女性受害者。Michelle 講，佢哋好多人都好似你以前咁，冇錢，冇後台，唔知點樣保護自己。我想揾一個人專門幫佢哋做諮詢，教佢哋點樣收集證據，點樣申請保護令，點樣爭取自己嘅權益。我望住佢，心跳開始加速。你想我喺你律師樓做？我想請你做受害者支援顧問。Michelle 笑住講，唔使律師牌，因為你唔係打官司，你係幫佢哋準備打官司。你嘅經歷，你嘅智慧，你嘅勇氣，就係最好嘅資格。我望住佢，眼眶開始濕。Michelle， 你唔使即刻答我。佢講，你諗下，慢慢決定。我答你，我抹走眼角嘅淚，我聽日就返工。Michelle 笑住舉起酒杯，咁歡迎你加入。我舉起杯，同佢碰咗一下。多謝你。嗰晚返到屋企，子軒已經瞓着咗。我企喺佢床邊，望住佢瞓覺嘅樣，心入面好平靜。我終於揾到一個新嘅目標，唔再係為咗報復，唔再係為咗打官司，唔再係為咗保護自己，而係為咗幫其他同我一樣嘅女人。因為我知道呢個世界仲有好多女人，佢哋正經歷緊我以前經歷過嘅嘢。
佢哋需要一個過來人，話俾佢哋知，你唔係一個人，你可以企出嚟，你可以贏。我坐喺書房入面，打開電腦，開始寫一份計劃書，標題係女性受害者支援計劃，從證據收集到法律行動全流程指南。我將自己過去3年嘅經驗全部寫出嚟，點樣收集證據，點樣保護自己，點樣同律師合作，點樣面對法庭。寫到凌晨2點，我終於完成。我望住屏幕上面嗰份文件，笑住伸咗個懶腰。呢份文件會幫助到好多人，而我會用我嘅餘生繼續做呢件事，因為我曾經係一個受害者，但係而家我係一個戰士，一個會幫其他女人變成戰士嘅戰士。1年後，秋天又到咗，跑馬地街頭嘅樹開始轉黃，落葉鋪滿行人路。我拖住子軒行去學校，佢今年已經小1，着住整齊嘅校服，背住一個藍色書包，成個小大人嘅樣。媽咪，今日放學你嚟接我？佢抬起頭問。當然啦，我笑住答，媽咪幾時冇接你？咁你帶我去食魚蛋粉好唔好？好，你想食咩都得。佢開心到跳起，然後跑入學校門口，轉頭同我揮手，媽咪拜拜。我揮手，望住佢嘅背影消失喺校門入面。呢1年，子軒高咗成個頭，肥咗，塊面圓潤咗，笑容多咗。佢已經好少問起爸爸，間中學校要畫我的家庭嗰陣，佢會畫我同佢，再加一個笑住嘅太陽。我問佢點解畫太陽，佢話因為媽咪好似太陽咁溫暖。我忍唔住攬住佢喊咗出嚟，呢個就係我嘅仔，我嘅小太陽。返到屋企，我換咗一套簡潔嘅套裝，拎起手袋，出門返工。Michelle 間律師樓喺中環，我而家每星期返3日，其他時間在家工作。我嘅工作係幫女性受害者做初步諮詢，教佢哋點樣保護自己，點樣收集證據，點樣面對法律程序。過去1年，我接觸過超過100個女人，佢哋嘅故事，每一個都令我心痛，每一個都令我更加堅定。有被老公打到入醫院嘅，有被奶奶逼到抑鬱嘅，有被前夫搶走仔女嘅，有被男朋友呃晒所有錢嘅，每一個都係以前嘅我，而每一個我都會同佢哋講同一句話：你唔係一個人，我可以幫你，你可以贏。今日嘅預約係一個30歲嘅女人，叫阿姨。佢老公出軌，仲要打佢，佢忍咗3年，終於鼓起勇氣離開。佢坐喺我對面，雙手揸住杯水，手指喺度震。林小姐，我真係可以告佢？可以。我望住佢對眼，聲線好肯定。你有冇影低傷勢？有。佢拎出手機，打開相簿，入面有10幾張相，全部都係佢身上嘅瘀傷同疤痕。你做得好。我點一下頭，呢啲就係證據。你有冇錄低佢鬧你嘅對話？有幾段。傳俾我，我幫你整理好，交俾律師。阿姨望住我，眼淚開始流出嚟。我之前好驚，我驚告唔入佢，驚佢報復，驚冇人要。我明，我揸住佢隻手，我以前都係咁諗。但係你知唔知我而家點樣？佢搖頭。我而家好開心。我笑住講，我有自己嘅屋，自己嘅錢，自己嘅事業，仲有一個好乖嘅仔。我唔需要任何男人，都可以過得好幸福。阿姨望住我，眼神入面嘅恐懼慢慢消失，換上一種我熟悉嘅嘢，希望。我真係可以好似你咁。你一定可以，我講。送走阿姨之後，我坐喺辦公室入面，望住窗外嘅中環景色。1年前嘅我，仲係一個被老公逼到淨身出戶嘅師奶。1年後嘅我，坐喺中環嘅寫字樓入面，幫其他女人改變命運。呢個世界好神奇，只要你肯企出嚟，命運就會俾你一條新嘅路。下晝，我去接子軒放學，佢衝出校門口，手上揸住一張成績表。媽咪，我考到全班第3名。我接過成績表，望住上面嘅分數，開心到攬住佢。子軒好叻仔。媽咪，佢抬起頭望住我。我今日作文，先生話我寫得好好。寫咩㗎？寫我的志願，
佢笑住講：我寫我大個想做一個好似媽咪咁嘅人。我嘅眼淚忍唔住流咗出嚟。點解想做一個好似媽咪咁嘅人？因為媽咪好勇敢。佢講：媽咪一個人湊大我，仲要幫咁多人。我大個都想幫人。我蹲低身攬住佢，喊到收唔到聲。呢個就係我嘅仔，佢會成為一個好人，一個會保護女人、尊重女人、企得直嘅好人。夜晚，子軒瞓着之後，我坐喺書房入面，打開 IG， 追蹤人數已經超過50萬。我嘅故事被唔同媒體轉載過，有人叫我師奶戰士，有人叫我香港最強前妻，但我從來唔覺得自己係英雄。我只係一個普通女人，做咗一個決定，唔再俾人蝦。我打開最新一篇貼文，開始寫。今日見咗一個新嘅案主，佢同1年前嘅我一樣，驚到震，唔知點算。我同佢講咗一句我成日同自己講嘅說話：你以為你冇路行，其實條路喺你腳下，你只係未敢踏出第一步。呢個世界有好多女人，佢哋正經歷緊你難以想象嘅痛苦。佢哋需要嘅唔係同情，而係有人話俾佢哋知，你可以走。我走咗，我行出咗一條新嘅路。如果你都喺度猶豫緊，我同你講，行啦。條路可能好難行，但係行到盡頭，你會見到陽光。寫完之後，我撳咗發布，然後我收埋電話，行入房，望住熟睡嘅子軒。月光照喺佢塊面上面，佢嘅嘴角微微向上翹，好似發緊個靚夢。我坐喺床邊，摸住佢嘅頭髮。子軒，我細細聲講，多謝你選擇我做你媽咪。佢喺瞓夢中喐咗一下，好似應我。我笑住合埋眼。呢個故事由一個女人被逼淨身出戶開始，由一個女人企返起身結束。但係我知道呢個唔係結局，呢個只係開始。因為每一日都會有新嘅女人企出嚟，每一日都會有新嘅故事發生，而我會一直喺度幫佢哋，陪佢哋，同佢哋一齊行。因為我係林嘉欣，一個企得直嘅女人。